會登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今日咧就1月26號，原來就係1841年啊！呢個英國啊，係咪就喺呢個水坑口登陸？然後英軍第一次咧就插上一支英國旗。咁換言之咧，就歷史學家指出呢個係香港開埠啊！啱啱到今日咧，係180週年。嗱，呢個亦都係有官方嘅記載嘅英國。不過咧，有趣嘅係咧，大家讀歷史咧，成日都記住1842年咧先簽訂南京條約，即係割讓香港。咁啊，數起上嚟，點解1841年頭先陶生你話1月26號咧香港開埠嘅日子咧？咁中間有少少唔係我話嘅，呢個係歷史。係歷史啊，上面有少少典故啦。就因為其實當時咧就清朝嘅欽差大臣琦善咧就同英國嘅義律咧。就私下簽咗條穿鼻條約。呢條穿鼻條約咧就即係後來爭拗啊，但係當時咧就係割讓咗香港俾英國香港島。咁啊所以咧當時1月25號咧就英國就派咗硫磺號嘅炮艦咧嚟到香港水域去測量。測量完之後咧，個艦長譯音叫卑路乍。嗱，喺中環就知啦，卑路乍街唔係西環。西環係卑路乍街。係啦，咁咧就登陸，咁就喺水坑口嗰度咧就登陸，同埋咧就鳴炮豎起個英國國旗。咁就視為咧香港開埠嘅正式日子1月26號。咁當然啦，呢個穿鼻條約喺後來咧，清國同埋英國都互相唔承認，因為英國就認為攞得太少，就做唔到嘢。咁清朝嗰邊咧就覺得琦善咧就梗係即係失職啦，咁直情革扯佢啦。咁所以後來再爆發嘅鴉片戰爭同埋簽訂南京條約咧，呢個咧先正式叫做割讓香港。咁但係如果用開埠嚟計咧，因為插旗啊嘛，鳴炮啊嘛，三呼英女王萬歲，所以咧就定1月26號咧。就作為香港開埠嘅日子，就唔係話簽訂南京條約嘅1842年。冇錯啦。咁呢段咧就係嗰個典故嘅歷史啦。我哋知道水坑口而家喺上環同埋呢個西營盤中間水坑口街係一條斜路。咁啊，水坑口街係打直同埋打橫嘅荷里活道交界。咁當日咧呢個叫 Possession Point 咧，就係喺嗰個交界而家個荷里活道公園嗰處。所以呢個亦都係咧可以講係香港嘅呢個埠出生嘅地點啊。咁當時應該係個小山頭嚟嘅，亦都嗰條海岸線近啲啦，即係冇填到咁出啦。咁英軍就揾咗一個即係制高點，就樹立英國嘅國旗，同埋鳴炮，咁就宣示咧就佔領咗香港啦。所以你睇下由呢個中環一路到呢一個西環咁你會睇到咧，留意下嗰度香港嗰啲街名啊，都有階段性。因為喺水坑口嗰度插支旗，係嘛？跟住咧簽訂南京條約之後，首任嘅港督咧就係砵甸乍。咁所以咧喺中環同上環中之間嗰條樓梯街，嗰啲唔係樓梯街，嗰條通出去呢個海皮嘅嗰條街就叫砵甸乍街。Pottinger。咁咧而喺呢個卑路乍街嗰度再行過去，兜過摩星嶺嗰度咧，亦都可以講話係英國咧喺佔領香港之後，係第一批開鑿嘅長嘅公路、馬路，所以嗰條路咧就以維多利亞女王命名，所以就係而家嘅叫域多利道，係咪？係嘛？咁呢個卑路乍街、域多利道、砵甸乍街。呢啲全部咧都係香港早年個歷史咧係好有關係。跟住你過去少少
向中環嗰度一路過咧，你發現咧嗰啲英國嘅嗰啲人名咧就發生係嗰啲人物咧就發生喺後啲嘅啦。譬如話呢個叫做羅便臣道啊，嗰個羅便臣啊，呢個係後來嘅一位英國嘅總督啦，係咪？咁啊，仲有一條叫伊利近街啊。呢個伊利近街咧就係要遲至1858年啊，第二次鴉片戰爭嘅一個英國嘅海軍上將帶住艦隊嚟然後咧嗰一次咧就導致1860年咧再簽多第二個條約啊，係佔領埋呢個九龍至到界限街，係咪？咁然後跟住過去嗰啲人名咧，再到灣仔嗰啲咩軒尼詩啊呢啲咧同埋半山嘅梅道啊，呢啲咧已經係後來嘅總督噶啦。所以嗰啲路咧，嗰啲街名咧，你可以睇係喺呢個 possession point 周圍嗰度開拓，然後開枝散葉咧就散出去。呢啲街名喺九龍咧係冇嘅。你睇九龍半島嗰度咧，嗰啲上海街啊、廣東道啊、北京道啊、漢口道嗰啲咧，係1860年之後先開。當然就係彌敦，呢個彌敦亦都係後來嘅香港嗰個總督，係猶太人，由尖沙咀一路咧向南貫穿，由南向北係嘛，由中間啲漢口道啊、中間道啊呢啲係嘛，咁啊當然咧，跟住你要見到尖沙咀一條叫摩地道。呢個摩地咧，亦都係唔係英國人係嘛？但係係咪一個波斯巴斯裔嘅一個商人？所以到咗呢度咧，你見到嗰啲名出現呢啲摩地道啊，同埋再上啲近九龍塘嘅河東道啊呢啲咧。嗱，河東好奇怪喎，河東雖然後來富甲一方咧，但係以佢個名為街名嘅咧，就係好唔覺眼嘅一條河東道。咁你可以睇到成個。即係香港殖民地早期嗰個孕育成形同埋咧誕生之後嗰個歷史嘅成長同演變。因為開埠前冇幾耐咧，就英國就取消咗東印度公司嘅專營權。咁開始咧就推行一種叫自由貿易，即係任何嘅公司咧都能夠嚟到香港嘅做生意啦，即係最出名嘅怡和洋行啦當時。咁所以咧頭先你提及咧啲唔同國籍嘅人咧都嚟到香港啦，唔止係你講個摩地啦，仲有啲葡萄牙啊、中亞、西亞嘅人咧都嚟到香港即係做生意。咁所以當時即係開埠之後咧，係一個即係唔好話華洋雜處啊。其實就算洋咧都有好多顏色嘅甚至有人研究過喺九龍半島嗰一帶咧，有啲葡萄牙嗰啲人住即係都係一個另外一個社區文化咁樣。最重要咧就係英國宣布咧，香港係一個自由貿易港。呢點好緊要啊，其實不同國籍嘅商人可以自由出入。最重要係香港貿易係無需繳稅。咁由於咧嗰陣時喺1842年之後，歐美主要嘅資本主義國家，包括呢個荷蘭啊、法國啊呢啲已經陸續完成產業革命。再加埋咧蘇伊士運河通航，仲有咧就係歐亞海底電線咧就逐步鋪設，就令到西方透過香港對於幅員廣闊嘅中國市場商品輸出咧就迅速增長。好啦，咁另一方面，呢家呢個咧一建立喺呢個樞紐咧就旺啦，係嘛？咁咧即係嗰個人啊，同埋貨啊、物流啊、交通啊，就吸引咧國際人士咧就全部聚晒啲船。咁所以再加埋最重要嘅就係香港人口以華人為主，華人咧就勤奮、腦筋靈活、善於經商，咁咧係非常之適合咧係做中介。譬如話英國嗰個東印度公司要有啲貨係經香港進入廣州，咁咧嗰個語言方面就當然要由香港嘅華人，或者叫最早咧係由歐亞混血呢啲十幾個家族咧係去代勞。咁咧就所以咧香港先逐步發展為遠東其中一個重要嘅轉口港。係咪？1867年咧，中國由香港入口嘅貨物已經佔全國大清國入口貨嘅2成。
呢啲咧就所以咧嗰個香港呢個地點個選擇開埠咧非常之成功啊。咁當然咧經濟活動咧喺開埠初期咧，主要嘅貿易商品係鴉片啦，係嘛？咁咧就貨運咧就有好多吸引到好多出洋做苦力嘅華工啦，係嘛？變咗開埠初期咧，香港曾經係苦力貿易嘅樞紐啦，係嘛？當然呢個苦力咧係唔係好人道啦，不過咧就係對香港嘅航運同埋金融業咧係有所推動。頭先講到呢個何東嘅父親就叫 Robert Bosman， 佢咧係一個博士文，係其實來自荷蘭嘅一個咧猶太人。呢個猶太人咧由荷蘭咧就去咗呢個英國，而喺英國咧發現聽到咧遠遠咧東印度公司喺遠東開咗個港口叫香港，於是咧佢就跟住東印度嘅公司呢啲船咧，佢揾咗份工就嚟咗香港。時為咧，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大約係1852年、53年咁上下。咁一嚟到咧，佢就同一個來自好奇怪係上海吳松口嗰度一個女子咧，走咗落嚟香港就同佢結婚。然後咧呢個博士文咧就學廣東話，係嘛？咁然後咧佢個名叫 Bosman， 咁咧佢覺得好唔方便，佢想改一個中文名，因為佢嗰陣時喺呢個利園東街就同佢嘅妻子咧就開咗一間雜貨鋪，賣下嗰啲咧日常用品。咁雜貨鋪經營咧，咁仲要同廣東人打交道，佢就話我個名叫 Bosman，Robert Bosman。學下兩句廣東話，你哋同我改個唐人名唔知得唔得？咁你想姓乜嘢啊？你姓乜啊？我叫 Bosman。你喺邊度嚟啊？荷蘭咁咪姓何咯，係嘛？於是咧就改咗個名咧，就叫何士文。咁佢話點解姓何咧？第一你就來自荷蘭，第二咧啲唐人話俾你聽，陳李張黃何啊嘛。姓何嘅係5大姓之一於是咧佢就改咗姓何。一姓何咧係無厘頭，跟住咧就生咗2個仔，一個咧就叫何東，一個叫何福。哇，跟住不得了啦！呢個咧係隨同香港開埠以後第一個神話嚟，係嘛？所以咧即係呢個1月26號咧，歷史上嚟講咧幾有意義。廣告翻嚟做。笑傲江湖，光明頂，指點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頂。陶傑、鮑偉聰。所以1841年1月26號之後咧，就香港逐步成為一個國際貿易港。佢所謂嘅國際咧，好重要一樣嘢，唔淨係體現喺咧係國際嘅商人走嚟，仲喺個血統嗰度係反映出嚟。因為咧香港一開埠咧，歐洲裔同亞洲族裔，包括猶太人、印度人、巴斯人、亞美尼亞人同埋海外華人咧，噓聲覺得咧有金執有運行，嚟香港經商，好多係單身過嚟，好似何士文咁，離鄉別井咧係血氣方剛，基於生理需要咧，包養或者咧係蓄納一啲華裔女子即係當地嘅華人係好正常，即係呢啲咧係涉外嘅一啲咧吩咐啦。呢個咧你首先好多人忽略咗，喺19世紀40-50年代咧就已經有好多呢啲華人嘅女子咧係唔驚鬼佬咧，係中意同鬼佬通婚。嗱，呢個用嗰個女性主義個角度嚟講係咩心理咧？照計你嗰陣時文字未開，你睇下嗰個廣州珠三角一帶嗰啲疍家又好，係嘛？嗰啲咧唐人有紮腳好多咧，係嘛？梳髻根本咧就雞同鴨講，
見到咧紅鬚綠眼驚噶嘛，但係唔係，好多人願意咧係嫁呢啲咧洋人或者巴斯人，係嘛？咁咧就好快咧就形成一個咧歐亞混血兒嘅集團啊，即係一個 community 啊。嗱，呢啲人咧而家好多咧就唔記得咗噶啦。我哋都記得講過河東嗰一集咧，都提過一啲類似，因為咧我哋而家講嘅呢啲咁嘅唔同族裔嘅通婚啊，或者係後裔咧，就當然就覺得見慣見熟啦。但係我哋要記得翻，差唔多100幾200年前咧，一個好保守嘅中國人社會，對於依類異族通婚咧係好抗拒嘅，甚至佢嘅後裔咧都會俾人歧視。咁所以我河東或者點解咁成功咧？其中一個佢睇到嘅就係佢要將呢啲叫做唔同族裔啊，或者叫做華洋雜處嘅叫家族或者佢嘅後人咧，係要將佢哋團結一齊。係啊。即係你俾 racism 啊，即係嗰啲而家嘅 BLM 嗰啲啊，你話嗰啲啦當係即係而家佢哋覺得自己係被歧視，於是佢哋一齊跟住咧就去做生意，甚至去爭取自己權利。咁所以點解即係嗰個圈子裏邊咧變成一個幾團結，或者佢哋通婚之間咧係一個家族同家族之間嘅關係。因為佢哋一生出嚟咧，喂好奇怪啊，因為佢白人嗰個基因強啊。同啲鬼地咯，個樣啊係7成係鬼啊，鬼鬼地，3成係唐人啊，咁但係咧就老母養啊，喺屋企阿媽養，阿媽唔使做嘢啊嘛，而係個老豆鬼佬老豆喺出邊頻撲啊嘛，咁個阿媽同呢個鬼仔咧就講廣東話，包括教佢嗰啲咧廣東嗰啲鹹水童謠啊，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檳榔，然後俾頂卜帽同埋俾啲唐衫俾佢着。咁於是啲細路仔慢慢長大咧，喺文化上咧，佢係對於中華嗰個血緣啊，佢係親近過嗰個叫鬼佬老豆，因為個鬼佬老豆成日唔翻屋企 ，OK， 出咗做生意啦，做生意係嘛，或者仲有幾頭家，哇，跟住就係啊，最衰仲有幾頭家，點會一頭啊？係咪？好似呢個何士文真係好蠱惑嘅。佢跟住咧就做下呢一個雜貨鋪咧，佢見到販賣人口足咕喱多。呢個一到呢個19世紀50年代尾咧，美國華工嗰度咧係需要大量人手開呢個美洲鐵路，於是咧大量台山嗰啲人坐船經香港咧，就再轉船太平洋過去舊金山。咁於是香港曾經咧係變為一個叫做台山4邑啊嘅華工嘅轉介站。呢座咧就去到人站太平天國186幾年嘅時候咧，何士文做埋呢樣係最繁盛啊！嗰個時候就變成真係即係中國南方嘅一個窗口。好多中國人咧通過香港咧再去海外做生意又好，點樣又好。所以嗰陣時係國際城市嚟嘅。喂，但係嗰陣時咧，喂，因為英國國內已經係廢除咗呢個奴隸制。係嘛？咁但係咧，你見到遠東有一個地方公然咧係有一啲英國人山高皇帝遠，或者咧即係佢喺嗰度經營呢一個來自4邑嘅華工，係當奴隸喺個船嗰度待遇極差，就唔係運去英國。唔係嗰張約，運去美國。嗰張約就奴隸約。係啊，口噏咧就話係打工，冇錯啦。中國人咧就你知道就差不多啊嘛。但佢願意做嘅。總之有錢就得啦。冇逼你嘅。賣豬仔啊嘛。係咯，即係所謂賣豬仔。你唔記得話賣豬仔嘅時候咧，英國已經廢除咗呢個奴隸制，但係嗰陣時廢除奴隸制係針對非洲嘅黑奴。好早啦，係嘛？好啦，佢撳得住非洲黑奴咧，點知你喺香港同新加坡開埠咧，就出現咧黃種人啊嘅唐人嘅叫唐奴。哇！咁樣成行成市，而維多利亞女王喺英國咧山高皇帝遠，哇！搞到咁串，於是即刻咧係禁埋。一禁埋咧，呢個何士文就唯有走翻去呢個英國。好啦，新聞翻嚟再講。午夜會高峰，煮酒論英雄。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香港隔離期間咧，即係好多香港人咧就走去遠足啦、行山啦，係重新咧認識香港嘅地理咧。咁除咗地理嘅歷史方面咧，喺呢方面好忽略。咁呢個香港開埠咧，其實係可以咧係引致到我哋對香港歷史嘅嗰一個興趣。尤其我哋已經話喺個水坑口一帶開始開拓街道，由西至東。係咪？嗰度好多嘅街名嚇，譬如話吉庇利街，佢個英文名叫 Cleverly Street， 般咸道 Bonham Road， 威靈頓街、摩利臣街，嗱呢啲全部都係同香港早年一啲咧英國嘅將軍啊，或者呢啲政要啊有關。嗱最特別一條街就叫蘇杭街，蘇杭街咧係1851年係喺呢個開埠之後冇幾耐就呢個開咗條街。嗰陣時係經營布匹啊，因為咧嗰啲絲綢咧係來自蘇杭啊。咁嗰陣時咧又名叫乍畏街，佢嗰個咧係用嗰個跟住一個英國嗰個將軍 William Jervois 啊嗰個名咧係嚟到叫，咁咧就係中文咧就叫做蘇杭街。嗱你睇下香港嗰啲街名咧係好特別嘅。你睇嗰個叫乍畏街咧，佢英文就叫 Jervois Jervois， 就好容易被誤以為咧係渣華道。渣華道就另喺北角，你睇佢嘅英文街名咧就好奇怪，叫 Java Road。Java 就係印尼爪哇。喂，點解你有一條沿海北角嘅路叫爪哇道咧？爪哇咧係印尼係荷蘭嘅殖民地啊嘛。係嘛？原來咧嗰陣時咧，英國同荷蘭咧係經營呢個海上啊嘅貿易，大家成為競爭。荷蘭咧係佔咗印尼，然後咧英國咧係佔香港。英國佔香港咧就仲近呢個中國大陸。咁荷蘭咧就有啲緊張啦。荷蘭嘅東印度公司後來咧佢分支出咧好多唔同嘅輪船公司，其中有一間荷蘭嘅輪船公司，就接駁咗上海同埋福建，經香港，即係借香港嘅地方，就去呢個爪哇嗰度攞咩咧？做呢個叫糖嘅生意。咁所以咧，佢係喺呢間荷蘭嘅輪船公司咧，就叫荷蘭爪哇輪船公司。嗱，唔係正式㗎，就咧起喺而家嘅渣華道。英國佬嗰陣時咧好大方，我就用呢條街名咧，就叫做 Java Road。爪哇，我怕你啊，我當俾你威啊！咁咧，中文叫渣華道。好啦，咁所以因為呢一個荷蘭嘅公司啊，喺爪哇島度經營糖業咧，哇！亦都引到呢個叫後來嘅太古啊，又同佢競爭埋一份。所以你睇渣華道咧，係因為荷蘭嘅航運咧係做竹蔗同埋糖嘅貿易開始，所以你要睇到渣華道側邊有糖水道，有糖廠街，係咪？係啊，仲有一條咧叫春秧街。嗱，點解叫春秧？好多人以為春天嗰度插秧，嗰度係咪有福田咧？唔係，春秧係一個人名，係一個咧叫郭春秧啊，嘅來自福建同安，但係後來去咗台灣啊，係做蔗糖嘅實業。呢個郭春秧咧就同荷蘭嘅呢個竹蔗嗰個蔗糖啊嗰個貿易咧係入伙，於是咧就呢個叫同香港殖民地冇關嘅呢個叫郭春秧咧，就得到一條街咧係 name after 佢，就叫春秧街。係嘛？嗱，呢個同台灣有關㗎，係嘛？所以呢個郭春秧同埋呢個渣華道同埋糖廠街、糖水道，後來吸引太古喺嚟到香港，亦都係同呢個荷蘭咧係競爭咧係做糖嘅生意。結果咧，後來當然係英國蒙受呢個優勢啦，係嘛？結果咪出太古方糖啊！所以講開咧，香港即係開埠180年咧，好多古仔，好多古仔。美國立國啊，都係200幾年，係啊，係咪先？你諗下，美國耐過香港差唔多50年到。係啊，所以好多故事啊。譬如嗱，而家成日疫情啦，香港都曾經發生過鼠疫啦。係啊，1890年嘅時候，1894年嘅時候
所謂太平山之役，有套話劇都洗太平地好好睇噶，嗰度就係講當時咧個鼠疫。雖然死嘅人咧，即係冇話即係好犀利，但係當時咧亦都好多人咧遷徙離開咗香港，咁啊死咗都好似2-3千人啊咁樣。咁啊而之後咧，其實定時咧都有呢啲即係衛生嘅問題啦，即係華人集居之後，所以東華三院、東華東院咪起喺嗰度咯，係咪？因為嗰度鼠疫嘅病人多嘛，係啊。嗰度仲有周圍好多棺材鋪嘅以前，所以太平山街嗰度咧，亦都係香港一個歷史好耐嘅，仲有一間金花娘娘廟嘅，呢啲全部咧都係同鎮邪同埋鎮鼠疫嘅迷信有關。係啊，冇錯，所以即係亦都係有香港有一個即係疫症嘅一個歷史啊。咁啊，當然啦，即係後邊仲有好多嘅故事啦。咁啊，包括即係1898年。租借咗新界99年，咁呢個直接影響到後來嘅1997年主權移交嘅問題。所以咧，即係當初割讓嗰部分香港島同埋九龍半島，咁而後來咧，因為租借埋新界99年咧嘅期限喺1997年滿咗，咁於是觸發咗就係嗰個主權移交嘅談判，直至影響到我哋今時今日所以即係成段香港歷史咧。即係我覺得以往喺中學嚟講咧，其實嗰個範圍同埋嗰個佔嘅量係太少，成日都係讀嗰啲即係秦漢啊、唐宋啊嘅歷史咧，讀得好多，同埋佔嘅篇幅佔比例大。但係其實正正式式，我反而覺得應該係要認識香港。香港嘅歷史嗱，咁淨係你唔好以為歐亞混血，當然最威係何東啦，另外仲有好多家都好威。不過而家咧沒落咗，你唔知，譬如一個名咧係唐人都唔同，叫陳啟明。陳啟明你以為係廣東人啊？香港原來唔係，好中國啦嚇，係嘛？原來咧佢係亦都係第一代嘅歐亞混血兒，同何東一樣。佢個父親咧係來自美國嚟揾食嘅，叫 George Tyson，同拳王泰臣同姓。George Tyson 咧又係娶咗個唐人咧，就生咗咧呢個叫做George Tyson Junior， 就嗰個唔知點解改咗個中文名嘅叫陳啟明，係嘛？咁呢個陳啟明咧就早年咧就從事鴉片貿易，就同何東咧係好朋友，係嘛？咁呢個咧亦都係當年呢個望族啊，仲有一個。就叫張德輝，又係唐人名啊！你以為啊？原來張德輝又係中歐混血。佢個老豆咧就係蘇格蘭人，叫 Thomas Lane，L-A-N-E。佢自己咧就改個廣東名張德輝。但係 Lane 係邊個咧？嗱，你而家睇下百貨公司 Lane Crawford， 連卡佛，其中個 Lane 就係呢間香港名牌百貨店啊！當年起家嘅東主，而點解 Lane Crawford 做得到名牌百貨店咧？但係何士文做唔到啊！因為嗰陣時好多呢個喺呢個中環經營百貨係歐亞混血兒開雜貨鋪咧，係一種風氣嚟喎。嗰個呢個 Crawford 又開 ，Lane 又開，何士文又開，但係獨係 Lane 同 Crawford 咧就搞掂上岸，最後咧係賣奢侈品。賣俾呢嗰啲英軍啊、眷屬啊，同埋呢個總督啊咁。何士文嗰間咧雜貨鋪就執咗，咁啊佢轉移經營咧，呢個叫咕喱中介生意，賣啲咧勞工咧，即係介紹咧賤人咧，就過去呢個北美咧起鐵路，即係佢轉咗行。咁收尾去到英國咧，又係即係另外同嗰度嘅一個英國富商個女咧就結咗婚。所以好犀利啊！哇！呢啲歷史咧 fascinating。咁除咗仲有呢個張德輝、陳啟明啊，仲有一個後來拔萃啊，你都知道有個校長叫施玉琪啊，早年嘅呢啲校友都知啊，佢個英文名叫Simmons 係啊，施玉琪又係半航班，但佢係律師，佢做咩？佢係同何東啊，係服侍何東嘅 in-house lawyer。曾經喺太平洋戰爭咧，何東就走咗去澳門，施玉琪係留喺香港，俾日本仔拉到入去，打到飛起
身受酷刑，咁啊出咗嚟咧，後來咧就做咗牧師，然後做過拔萃男書院嘅校長。仲有好多㗎，呢啲咧仲有譬如話羅長兆啊，呢個後來就係羅文錦啊個老豆啦，係嘛？羅文錦跟住嗰個仔就更加威咧，就係呢個羅德成啦，係嘛？就除咗呢啲咧，即係混血兒咧，喺香港嘅商界或者政界都佔有一個篇章之外咧，即係其實英國管理香港或者係佔領香港咧，都有啲篇章咧都係幾血腥啊！譬如話我頭先提到咧，租借新界之後咧，去收新界，都有啲人近年都會提及咧，就係嗰新界嘅6日戰。就係咧，即係屏山一帶嘅鄧氏家族咧，同埋好多嘅新界居民咧，抵抗英國嘅即係佔領咧，嗰場戰爭咧，後來咧好笑嘅喎，後來咧喺新界裏邊咧淡化晒，大家唔提嘅呢單嘢。應該民族英雄喎。嗱，應該咧，本來應該反英抗暴嘅，應該係新界嘅居民咧，先至係率先響應，即係先鋒嚟噶嘛。係啊，但好得意，革命先驅啊嘛，死咗幾百人係嘛，打咗6日。咁後來咧，當然啦，英國政府就用好多懷柔嘅政策啊，或者同嗰啲鄉紳啊利益交換啊，咁啊慢慢咧就即係將同佢哋咧就和平共處。後來甚至遺忘晒呢段戰爭。同埋俾特權佢哋啊，係啦，你哋而家係 BNO 啦，唔係啊。今日嗰啲丁權1962年之前啊，你只要喺新界出世啊，係可以獲得香港嗰個殖民地嘅護照咧，直接中意咧，你又去英國，過去英國，直情就係同英國本地公民一樣，唔使咩5+1啊。係啊，你只要有錢啊，去嗰度開餐館就得啦。所以英國早年嘅唐人飲食業啊，姓鄧佬啊，咩姓文佬啊，吉澳嗰邊啊，走晒㗎啦，全部啊，佢哋喂英國佬俾甜頭你嘅，唔使5+1，唔使 BNO，你哋就係英國公民啊。咁啊有個好處喎，引咗呢班人過去開餐館咧，你人數有限喎喺英國，但係你個土地咧，後來個丁權啊，係會慢慢冇人繼承喎。你又褪咗個土地出嚟咧，後來俾呢個殖民地政府咧，跟住去收集土地去發展咧，係容易好多。因為咧你嗰啲姓鄧姓文咧走咗去英國，因為我哋自己人，有啲喺嗰度咧亦都揾到錢喎，係咪？嗱，所以咪得意咯，血濃於水咁，一個來自歐洲嘅外犀利咯，如何能夠管理一個中國人嘅氏族社會？政治智慧咯，係嘛？後來好犀利啊！仲要殺咗你幾百人之後，大家當冇嗰件事，以後唔提，梗係係咪啊？大家繼續發財，係啦，犀利，大家和諧。嗱，姓鄧嘅咧，唔止去英國、荷蘭都有。而家荷蘭阿姆斯特丹 ，OK， 好多啦。紅燈區，你由 Central Station 一落車向左嗰邊行，過咗條河仔，右邊就係紅燈區，直接見到一間叫鄧融雜貨店，賣嗰啲瓷器啊，同埋啲工藝品。哇！而家都唔知做到第幾代。呢個鄧融咪又係新界去嘅咯，係咪啊？所以人哋英國啊、荷蘭啊，去管理殖民地咧，係好識得咧，係用政治智慧去化解呢啲比較敏感嘅所謂民族或者種族矛盾，種族衝突冇事啊，邊度有事啊？係嘛？邊度好似你聽啊，盧安迪咁，而家喺美國嗰啲大學左膠冇事揾事料出嚟啊，係嚟到搞陣呢？呢啲咪蠢咯，啱唔啱？我廣告翻咗。人傑地靈，光明頂。多少天下事，盡付笑談中。光明頂。陶傑、鮑偉聰。當然咧，你睇翻成個香港開埠咧，喺呢個東西方交通史咧係一件大事嚟嘅，係嘛？咁啊，當然後來咧，即係其實香港開埠啊，最初嗰大約60-70年咧係太平無事，
華洋咧係共同咧習處，但係到咗19世紀末咧，由於呢個馬克思主義喺歐洲發酵，激發到無政府主義啊呢啲咧咁嘅盛行咧，就變咗咧先至喺大約100年前啊爆發呢啲咧省港大罷工啊、海員啊、工會啊呢啲，先至開始鬧交。早年咧係冇嘢嘅。係咪可以講話仲造就咗好多呢啲咧混血嘅商人啊呢啲顯赫嘅家族添。所以咧整個香港嚟講咧，喺成個東西方交通史，又或者社會學裏邊嗰個帝國主義嗰個論述嚟講咧，係有一個幾積極嘅意義。譬如話我哋都知道有一位學者叫做亨廷頓，佢寫過呢個叫文明衝突啦。同亨廷頓大家齊名咧，仲有一位呢個歷史學家叫 Robert Kaplan 卡勃蘭。卡勃蘭呢就係呢個美國嘅大西洋月刊、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同埋咧美國外交月刊咧嘅常見嘅作者。咁佢咧就同呢個所謂嘅帝國主義 imperialism 咧，就寫過好多嘅文章咧去辯護嘅。咁佢就話：喂，呢個咧 imperialism 呢啲嘢係因為隨住工業革命同埋航海技術嘅先進咧，開拓呢個一帶一路。其實一帶一路咪就係英國同荷蘭最先咯，荷蘭就一帶，英國就一路咯，係咪啊？咁然後咧，佢哋促進咗東西方嘅貿易往來、文化了解，佢嘅功咧係大於過。當然中間咧有牽涉到土地嘅佔領啊，對於一啲所謂土著嘅屠殺，你頭先講，包括喺啲新界一啲唔係幾開心嘅衝突。不過瑕不掩瑜。不過即係佢嘅特點，亦都係佢嘅一個缺點，可以話，因為香港佢本身係一個做生意，或者甚至後來嘅轉口啦嘅城市啦，即係好多人係流動嘅，或者外來嘅，即係本土嘅所謂客家人或者嗰啲本土嘅漁民咧係好少數，嗰啲已經唔係而家香港組成嘅人口嘅部分。咁香港呢個地方就係除咗早期你話來自啲歐亞大陸嘅做生意嘅人啦，後來就係中國嘅南方嘅移民啦。咁甚至可能來自東南亞嘅華裔啦、嘅華僑啦，咁變成呢個地方咧，都係大家喺度揾食，大家喺度 make money。點解啲人會中意嚟呢度揾食？就唔係廈門，唔係寧波，因為呢度有英國確立嘅普通法制度，係同埋咧英國帶嚟嘅契約精神。有啲乜嘢咧係由英國 set up 嘅普通法法庭去仲裁，所以全球四面八方係對香港呢個地方投下信心嘅一票。呢個係1841年開始就係咁。即係依樣都延伸到100幾200年之後咧，而家就算你話香港人嗰個特質又好，或者所謂本土又好，都係有依種基因嘅。係啊。就係呢個嘢，所以你唔能夠怪，有時話喂怪上一代或者我哋個上上一代咧，淨係掛住揾食，或者淨係喺度咧 make money， 即係揾錢。呢個係食5代啊，佢生出嚟就係遺留落嚟嘅基因嚟嘅。係啊，香港人係唔中意開埠以嚟就係咁。係啊，係嘛？所以係咪亦都可以講話睇眼前嘅利益睇得近啲啦？冇錯，係嘛？你可以話佢短視，但係事實上呢個城市鋪鋪清啊，由開埠以嚟就係咁樣所以咪就係咯，因為你係中介講啊嘛，你最緊要係傾成呢單生意係咪中間抽傭啊嘛，係咪？係啊，所以成日話抽水咪即係咁解啦。香港本身係一個深水港，亦係一個抽水港啊嘛，呢個基因就係咁噶嘛，係咪？你嗰啲咩香港啲咩商業英語啊嗰啲自細你去譯通啊，你阿爸嗰啲咧啱啱喺大陸落嚟去譯通嗰度補學咩啫？你個學莎士比亞咩？學呢個叫丘吉爾嘅國會演說咩？梗係學商業英語啊，然後咧係連帶到香港嘅政務官咧，佢哋嘅英文都係一啲咧 memo 啊，叫公民嘅英文啊嘛。咁呢種英文因為同香港開埠以來個商業意識有關咧，就變咗香港呢個地方就唔係印度，好難培養出一種咧用英文寫作嘅文學家。亦都好難培養到用英語流利辯論，好似印度人嗰把口咧係拍得住英國佬啊！
嘅呢啲咧學者。嗱，呢個咪就係個 DNA 所限。同印度梗係冇得比啦，冇得比喎。喂，就算喺東印度公司所謂統治印度期間，印度人都冇順服到，都有好多嘅叛亂啦，有多咯。哇，血流成河，係嘛？佢哋努力要維護翻自己嗰個國家嗰個民族性，但係香港嘅本土嘅原居民係冇呢回事嘅。係啊，而事實上所謂嘅原居民都係來自四面八方嘅。所以咧，你睇呢個有延伸閱讀，唔好淨係睇1841年。在1841年之前，英國咧係一路呢個萊佛士去咗新加坡，新加坡點開埠？係再早之前係檳城點開埠？係咪？係香港開埠嗰而家你話係咪叫做義律啊？呢個新加坡叫萊佛士，檳城嗰係一個英國人叫 Francis Light。嗱，呢啲咧就係香港殖民地教育向來唔話俾你聽嘅。原來周圍有幾個埠啊，佢哋嘅出生啊，同埋個孕育同香港好似嘅，所以香港、新加坡、檳城其實幾兄弟嘅，喺殖民地個四個家庭。將來可以傾下。好啦，聽晚10點。登絕嶺看世界，群雄聽晚繼續決戰光明頂。